說苦伐來。有一日，紫園精舍裏邊有4個比丘，佢哋喺度討論緊喺呢個世間上乜嘢係最苦嘅事喎。第一位比丘就話啦：以我所見呢，喺呢個世界上面，淫欲係最苦噶。第二位比丘就話啦：以我所見啊，飢寒交迫嘅感覺先係最苦噶。第三位比丘就話啦：我就認為咧，喺呢個世間上，真怒係最苦噶。第四位比丘就話啦：我就認為啦，喺呢個世間上，驚怖係最苦噶。當佢哋正喺度討論緊嘅時候，佛陀就知道咗啦，就嚟到佢哋嘅面前問佢哋咯。然後呢4位比丘就將所有嘅嘢話咗畀佛陀聽，希望佛陀嚟判斷。佛陀就話啦：你哋而家所爭論嘅呢啲都唔係苦嘅根本啊！天下間最苦嘅，莫過於我哋擁有嘅呢一個色身。無論係飢渴、寒熱、嗔怒、淫欲、災禍等等，都係源於我哋有嘅呢一個色身。呢一啲先係眾苦嘅根本啊，係禍患嘅源頭啊！有人勞心極累，有人憂恚萬端，有啲慾望橫生，你爭我奪，甚至彼此殘殺等等啊！大家都係被束縛喺生死輪迴裏面。如果想要擺脫世間嘅苦，就應當求寂滅，攝心守靜，柏然無求，先能夠求得涅槃嘅境界。呢一種先係真正嘅快樂啊！你哋聽住啦，過去曾經有個真人，佢入咗深山學道，附近啱啱好遇到4種動物喎。呢4種動物白天就會出嚟覓食，夜晚呢就會返到佢哋嘅住處。喺有一晚裏面，呢4種嘅動物一齊討論緊世間乜嘢先係最苦嘅事。其中一隻白鴿就話啦：依我所睇啦，色欲係最苦噶。淫念起嗰陣啊，令人無所顧忌，危生失命。世間諸苦啊，都因為咁樣而嚟噶，所以色欲咧係最苦噶。一隻烏鴉就話啦：我就認為咧，飢渴嘅時候身體虛弱，神志仲唔清醒添，隨時仲會自投羅網。我哋鳥類嘅喪生，大部分都係因為咁噶，所以飢渴先係最苦啊。然後一條蛇就話啦：我就認為啊，憤怒一旦生起嘅時候，就不認親疏遠近啊，又可以殺人，仲可以殺埋自己添啊，所以憤怒先係最苦啊。其中一隻鹿就話啦：我呢就喺林野裏面，心裏邊成日都好驚啊！我好驚遇到獵人，亦都好驚啲豺狼虎豹啊！當我一聽到啲風吹草動，我就好驚咁逃走啦，甚至乎有時候我仲跌咗落個坑裏邊添啊！所以話呢，驚恐先係最苦噶。聽完呢啲鳥獸嘅討論之後，比丘們都大嘆啊！天下最苦嘅，莫過於有呢個色身啊！